詹永飛喺邊度？做乜你喺魚排唔殺咗我？等我翻嚟揾你咁笨？8分鐘，亞洲土豪大賽就會正式進入總決賽啦。阿傑，你嘅功夫仲係咁犀利。上次我哋傾嘅仲生效，你應承我唔到，所以今日你唔可以贏。如果你贏，就即係我輸。佢揾你做咩？冇嘢。點啊？1萬。唔去。得噶啦，我會搞掂佢。今次靠晒你啦。放心。歡迎，歡迎啊！各位來賓歡迎，我係呢個賭局嘅公證，4位參賽者請入場。你孭好重飛喎，老鐘，做乜出手咁重啊？我不嬲中意捧冷門，你都知㗎。1賠20，俾你打到1賠10，你都幾狼㗎喎？用2000萬美金搏2億，搏得過啊？中間嗰位係亞洲區駐拉斯維加斯榮譽顧問，左邊嗰位係賭業協會執行會長，右邊嗰位係國際公證協會亞洲區會長。一切嘅裁決由幾位大會嘅監場負責，比賽以11局定勝負，邊個贏得最多嘅就係今屆嘅賭王。參賽者不得擅自離座，其他細節以國際賭例為原則。比賽正式開始。成山葵線3，詹永飛階磚10，阿傑階磚8。階磚10話事10萬。3一啤話事50萬，大多你50萬。阿傑唔去。
我都唔去。我跟。街專七話事。 100萬。花面話事。 show hand。衫一 pair 啫，睇你咪真係花。 街專花樣，輸家即時離場。咁戇居，衫一 pair 都搏。你就戇居，人哋特登過啲錢俾佢㗎。港島本而家詹永飛最多啊！梅花即話事。你話是？ 1萬。唔去。詹永飛梅花鹿，李葵扇七，你話是？ 1萬。跟。你梅花八。梅花九話事。 100萬。我唔去。 而家係第3局開始。詹永飛係街專六，而阿傑嘅咧就係葵扇四。紅心六話事。 1萬。大100萬。唔去。我都唔去。街專傾話事。 100萬。唔去。唔去。 我想契牌。我要契牌。誒，幫我燒3隻，唔該。100萬。我跟。阿傑葵扇傾，你紅心傾，詹永飛街專傾。葵扇傾話事。 100萬。我跟。